世道多艰辛啊，所以要勇敢。世事多难测啊，所以要自知啊。做人贵诚信啊，所以要实在，就是笃实的意思。生命多无常啊，所以要念佛。我就讲这一章简单的道理来给世界各地的莲友们分享。世道，我们在人世间所走的道路，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艰难，多么的辛苦啊！不是说样样都能够随心满愿，很困难的。我们为了生活，为了三餐，为了事业，为了家庭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。但是最后呢，我们所忙碌的这些外在的形式，是不是对我们临命终的时候起到一个帮助呢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哎呀，我们人太执着了，好要更好，我们都是为了这个事情奔波，拼命的去追求。所以这个道路是多么的艰难，多么辛苦。除了我们自己本身的生活这么大的挑战以外，天灾地变随时对我们生命财产造成很大的威胁，所以很艰辛。但是你一定要勇敢面对这些挑战啊，面对这些不是如意的，不是吉祥的事情，我们必须要有勇气啊，不能一蹶不振啊。你一倒下往后退却了，你永远难以生活。活在世间就不敢面对现实，变成一个非常软弱的人，变成一无是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具备勇敢，勇于去面对，接受挑战，我们才能活得像人的样子，而不是去逃避它。世事多难测，世间的事情你怎么样去预测呢？很困难。我们都希望美好幸福嘛，希望无灾无难的，我们希望永远都健康平安的。但是你能够如愿吗？不可能的。世事变化多端，一定要明白这个世间的真相。我老早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心是善变的，环境也是难以莫测，没有办法去预测它的。世间的情况是如此哦，所以你要自知，自己要很清楚明白，要知道哦，不是你想的那么完美哦。如果心里面能够了解不幸的事情发生，你会讲的说啊，这个是正常的，有好一定有坏的，有成功一定有失败的，你有健康一定有生病的，有高一定有低的，有来一定有去的，有生一定有死的，有时候顺利，有时候有波折啊，这些都是世间里面存在的内幕啊。所以我们自己本身要清楚，一旦有不是如你所愿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应该要知道这是正常的。活在世间本来就不可能一切都是吉祥如意的，世间是无常变化多端的，你一定要清楚。做人贵诚信啊，做人最可贵在哪里？要很诚心诚意的，信就要有信用嘛。我们跟人家讲话一诺千金啊，实实在在，不能反悔，不能背信，不虚伪，不掩盖，不可以讲话是一套，然后做的又是另外一套，不可以欺骗众生。这样你的良知、你的良心会抹上一层乌云啊。一个人有诚信，实实在在的对人，这个人格就很高尚，人品就非常的好。好的时候，人家欣赏你、赞叹你，自然就靠近你，你的朋友、贵人就特别多。为什么？你值得信赖，你的实在跟你的诚信已经从你的生活过程当中显露出来了，行为举止、思维模式都是非常让人家可靠的，是安心的。生命多无常啊，变化多端啊，今天这样，明天不一样啊。各位，棺材不一定是装老人啊，年轻人、小孩子都装在里面了，这个就是无常啊。你想要永远的健康、永远的青春、永远的不生病、永远的不死，是不可能的，不是你所想象那么美好的，随时随地都会变化多端。因为生命是这样子难以掌控，没办法按照你的想法，所以我们要念佛啊。为什么？突然间不幸的事情，有灾难的事情发生，或者你生命要离开的那一刹那，你只有靠念佛，因为佛要救度我们念佛的人，佛要让你靠，但是他必须提醒你，一定要顺他的愿。他的愿在哪里？我成就的名号布施给一切的众生，只要你愿意念，我就救度你。那么我们一念佛就跟佛相应了，一相应的时候，他一定救度你。在你最困难、最需要的时候，尤其要往生的时候，佛发愿一定不舍弃你。那这样我们就不会堕落。我们每一个人啊，善恶夹杂呀，善啊恶啊混淆不清啊，我们在人世间看不清楚这个真相。有的人很慈悲，但是他没有智慧，有时候做了以后反而害了众生。所以我们在人世间里面善恶夹杂呀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
我们自己本身没把握，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到好地方去？人会死啊，人的肉体会死，但是你的灵魂是不死的，你的灵魂永远存在的。那灵魂到底何去何从？你要去哪里了？哪一个地方才是你的依靠？哪一个地方才是你美好的归宿？我们不清不楚，没把握，因为我们有做好，也有做坏啊，有做善，也有做恶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对未来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把握。我不要受苦，我不要堕落，我不要黑暗。我们大家都渴望这样，但是你能不能如愿呢？没有办法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们虽然做错了，佛也不嫌弃你，就是要救度念佛的人。你只要有念佛，佛就永远要救度你。这个对众生来讲就是最大的保障。这一章虽然很简单，但是道理是很明显的。希望世界各地的莲友们一定要把这一章好好的研究研究，多学习学习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大家都能够跳脱这个黑暗，我们往生西方净土，大家成就道业，功德无量。阿弥陀佛。